缘起缘灭，回不去的何止是昨日朝朝，看不见的又岂止是未来？所以人们总在不知不觉中就已见过了最后一面。你对我有没有过一点珍惜？那日的酒，并不足以让我妒忌，所以我对你好也不仅仅是因为环儿的缘故。听到你这样说，我好高兴。直到此刻，才明白孤独并不是没有你的陪伴，而是那些再也没有了你的未来。从满心欢喜到悲凉别离，对不起，爱上你和放下你我都没有做好。而这一幕又是多少人的意难平。如此蕙质兰心的女子却遗憾下线，只给温太医留下了刚出生的女儿。原来是玲珑逼得温太医无路可走。他说你对甄嬛的感情本身就是错，为了堵住悠悠之口，他竟挥刀自宫来保住甄嬛的清白。而听到消息的眉庄当场晕了过去。虽然温太医被救治度过了危险，但眉庄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。于是温太医顾不上疼痛来看望眉庄，因为只有他最了解爱人的体质。果然，他帮眉庄顺利诞下一个女婴。然而眉庄却在生产时耗尽了元气，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，便特意将孩子托付给甄嬛照顾，并和温世初做了最后告别。今生我爱上你无怨无悔，希望来世你能娶我做你的新娘。说完，眉庄就带着遗憾离开了尘世。他们故事的开始极具温柔，可惜他们的结尾却不尽人意。从此万般相思如同石沉大海一样，再无丝毫的波澜。失去闺蜜的甄嬛再也无法压住自己的痛苦，若不是玲珑将消息透露给梅姐姐，也不会发生阴阳两隔的悲剧。姐姐可要相信我，宝雀也定是无意的。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，宁愿是自己替梅姐姐受苦。姐姐，我们一同入宫吧。而这一巴掌也预示着甄嬛和玲珑彻底决裂。事后痛失爱人的温太医自暴自弃，每天都在用酒精麻痹自己。可甄嬛不忍心看他沉沦下去，便用孩子唤起他对生命的渴望。而温太医经过甄嬛的开导后，他重新振作地表示会离开皇宫，还要在五八同城找一个满意的工作。然而一波未停，一波又起。这天，皇上偶然发现果郡王掉落的荷包，没想到里面的大头贴竟貌似甄嬛，倒好像是熹贵妃呢。此话一出，吓得甄嬛方寸大乱，生怕果郡王遭到温太医同样的结果。还好叶澜依急中生智，愣说大头贴像极了甄嬛的三妹。然而皇上的小眼睛却格外犀利，他发现大头贴的材质有些泛黄，从时间上推断和三妹的年龄不符。于是浣碧急忙站出来澄清，他说多年前通过附近的人添加认识了果郡王，后来奴婢送他一张大头贴作为念想，怎料这么多年还保存得如此完好。果郡王的确是个至情至性的男人，皇上自然也听出了他的小心思，当场下旨将浣碧赐婚给了果郡王。尽管浣碧替甄嬛摆脱了嫌疑，但甄嬛的心里却是一阵酸楚。而浣碧察觉主子的情绪有些波动，便故意的拉着甄嬛到外面透气，岂料果郡王也跟了出来。今日你与本宫同喜，明日你便是本宫的妹夫了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月亮注定是要西沉的，我和你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或许我没有本事独占，才选择成全你们，毕竟一个人的痛好过3个人的纠缠。长姐，对不起，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你的，是我占了你的。我的位子是皇上的熹贵妃，你何曾占了我的呢？两个得不到果郡王的宠妃，就这样羡慕地看着浣碧嫁给心爱之人。只是浣碧不知道，勉强的婚姻注定不幸福。可让甄嬛始料未及的是，皇上这大猪体也想勉强他的三妹玉娆。其实你很像朕的妻子。真的吗？